做個好漢子，每天要自強，熱血男子，熱星紅日光。10月請投我 Gary Law 羅錦添一票。列治文塞車嚴重，道路安全隱患好多，已經成為我哋每一日出街嘅常態啦。社區治安仲有好大嘅改善空間，市府運作亦都唔夠透明，好多居民嘅投訴呢，往往都係冇反應、冇跟進嘅。好多家庭、小商戶同埋長者面對好多困難，係需要急需解決嘅。呢啲咁貼身嘅問題，係咪困擾住你呢？但係喺列治文呢個城市呢，我都住咗30年以上。聯邦政府啦，我做過後備軍人啦，亦都做過加拿大皇家騎警啦。與此同時呢，其實我係中文電台 FM 96.1嘅節目主持。嗱，由於我前線工作好多年，所以呢，我係好清楚知道城市嘅治理裏邊究竟有啲咩問題，究竟街坊百姓你哋實質係需要啲咩嘢呢？因為我真心想服務街坊，改善社區，所以我已經決定咗啦，參加今屆列治文市議員選舉。我會大力強化社區治安管理，守護大家嘅安居生活，科學規劃道路，改善交通，解決擠塞交痛點，加強市政監督同問責，令市府運作更公開透明。同時積極扶持長者、普通家庭同本地中小商戶，確保每一個團體嘅利益都係受到重視同埋保障。正視問題，實事求是，說到做到。我希望憑我過往嘅豐富經驗咧，能夠將呢個城市咧帶嚟呢個進步，為呢個社區咧帶嚟呢個改變。我懇請各街坊、各選民能夠支持我，投我一票，因為我想同大家一齊努力，係更加宜居、更加幸福、更加適合、更加安全、全新嘅列治文。